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今日有冇嘅毛形容呢？看到我喺跳那蛋糕吼，带嚟咧，贴片的些东西都提讲，我今日嘅主题系同风嘅有关系哦。小嘅马嘅呢，大家提讲风嘅。真厉害，竟然比来比去会身上好色的封面。不过学风的人到底有一辛苦呢？今日特别邀请到在地的好朋友，好好来同大家介绍哦。马上就来分享我哋今日的来宾，我哋刘一文阿文。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来自屏东县内部乡，我是刘一文。分享阿文哦，多谢阿文提供嘅安定一下嘅一个小东西本嚟作为咧开创。阿文，首先先请教一下，我哋讲更加系睇学风嘅嘛吼，这个本身嘅工作系学风嘅嘛，还系讲学风嘅系唔係咧算人讲斜杠啊副业安尼？本身係睇啲廚房嘅嗱最多嘅廚師啦。我哋而講做事咧應該quite無限啊，唔用咩？可以想到講行去學風嘅，起碼嘅人人本唔想講我行業一條學風嘅職業呢。因為我哋落卡其實環境真好，種幾多發做。拄好咪落卡有一啲老舊嘅，前冇一舊冇迄個，咪剛剛好，每擺行到地看到伊嘅迄個地方就感覺唔攀得，會反映啲。冇錯，咪就講冇鴉片嘅地方來做一些乜嘅東西好嘅。咪就想講，因為拄好睇學教育認識一啲學風嘅現象。咪就問講，學風嘅可以擇日喺發做嘅咩？安尼其實咪等之間咪可以識，啲環境咪可以好，因為附近咪有人種果樹嘛。咪就問。冇就來學風嘅好嘅，結果就來學嘅。人係安尼哦，人家講安尼愛食牛呢，結果睇到佢學嘅一隻牛嘅，唔係嗰種，我想去食風咩？到看到有嘅 visa 可以學，然後嚟學風嘅。不過你之前都冇一個經驗，你自家本身讀嘅係相關嘅課呢嘛？以前？唔係呢，咪學嘅係環境工廠。環境工廠，冇相關嘅哦。你第一步。學風嘅，唔係用辦做，完全冇學過啊，冇一個經歷。雖然講認識嘅先生，係咪同嘅先生合作，佢同前嘅員工啊，人哋講啊，最學風嘅最重要嘅員工就係嘅風嘅嘛，就冇。錯。係啊，唔用辦去簽咯。當時咪係睇啲考慮講愛學風嘅冇，結果咪一啲大學嘅前批，比如講以朋友嘅人數方呢，比來一條嘅風嘅，講咪咩想學風嘅嚇。無唔同埋講你才好嘅，佢啲風調摘過來，咪就講好啊，無來一摘佢弄好嘅，結果就安尼就推摘過來學。人家野生嘅風唔係拿過來嘅時候，摘過來嘅時候，佢算一道摘唔能有算過冇？差唔多一道摘。算是怕個快算啦，唔過差唔多就有差唔多一萬人摘安尼。差唔多1萬人張，差唔多一箱啊，有人講啊，學風嘅一箱安尼算嘅花。一般講嘅花咪等一箱差唔多有8片，當時留過來嘅數量差唔多有5-6片。又差唔多要一箱嘅呢。係啊，幾多？也算多嘅呢。不過重點係一件事情，學啊，係睇落卡地位錯冇？錯。落卡家人有冇嘅反應冇？嗰樣嘅學風嘅全部夾啊，會留嘅冇？唔會呢，其實因為咪爸爸媽媽弄嘅農家子弟嘛，一定以前未看過。嗰時候碌卡對學風嘅一件事情，其實也冇反對吼。叫做講，順其自然，不用吃困難先安尼。冇錯。更加風嘅人哋講農產品嗰度有幾多嘅品種嘛？風嘅有幾多嘅品種，應該冇唔錯吧？冇錯。學風嘅生產風咩咧？風嘅有1多種啊。一般地咪喺台灣來講嘅話。大部分攏係也係西洋風，因講嘅意大利風，咪有一部分嘅人睇啲學也係中華風，咪等很多亞風，伊等咧太細，同伊啲色身攏冇共用。冇共用啊！因為兩種風嘅其他嘅差別，包括其他嘅太色啦，用辦去辨別佢哋。即個花係學也係西洋風，西洋風呢一般攏係用喺啲商業用途嗰度，因為伊較好管理，唔會像亞風嗰個招黑，一下唔爽快就招黑嘅。西洋風呢，因為人本人對馴養嘅時間較長，
所以呢，你可以做嘅产品嘅角度，像有嘅蜂糖啦，有嘅蜂花粉啦，蜂蜡啦，蜂王乳啦，还有伊嘅蜂蜡，甚至嘛嘅蜂胶，都可以用。嗰個使用蜂係人哋講嘅標準嘅模範勞工安尼。冇錯。按人哋嘅中華蜂哦，可能都各有各性。按你嘅話，人哋喺用辦去講辨別，攞不看到嘅，乜嘅係中華蜂，乜嘅係使用蜂，今日體按你看嘅時間有乜嘅體配嘅特徵，幫人哋去辨別嘛？其實吼，係對一般嘅好朋友介紹吼，伊就攏講。有差別哈。係啊，看到都安尼啊，黃黃、糊糊，安尼一隻。冇錯，其實吼，像使用蜂嘅話，伊本身咧，老尾看起來個黃，身體個黃是吧？咪個體質嘅是，夜蜂嘅話個有，有時像啲斑馬呢，一條一條個明顯，個細隻，鼻嘅速度個強勢，其實體色吼，咪等看久會有差啦。不過一般的人可能會花一些時間嚟看的時。冇錯，人哋最按嚟看吼，一定係嚴嚴嚟看，梗有蜂嘅，好，人哋都其他睇嘅冇都這樣做，絕對唔會講行業條件，伊講，哎呦，唔係中華蜂，也係使用蜂。哎呀，比到前面來的時候，有個人可能還會想，哇，真強，馬上都想做嘅，因為強講本佢調到嘛，講到要給調到。阿文，你自家有蜂嘅調到過冇？唔通用辦去處理啊？有啊，學蜂嘅吼，迄個無蜂嘅調到吼，迄無可能嘅事情。即記住唔係學蜂嘅人。冇錯，像係前兩年伊摘啲伊菜蜜，咪就長度比調嘅適應色症。哇，按到哦，按你唔可以講身體會唔爽快嘛？有冇嘅危險嘛？一開始其實會呢，因為唔係每一個人對啊蜂毒攏會免疫。種係體排比調吼，咩還好，攏少種啲。結果有一排吼，可能比調到後嘛又經做勢，經出力，伊就規個擴散，咪規個樹對前面種到上面，規個攏有牆，後面迄朱砂人好誒。哇，安尼算真是鬼嚴重咧！一般人本佢調到吼，嗰度嘅話可能有過敏反應，嗰種一定會看醫生嘛。一量嘅可能冇乜嘅要緊嘅話，人除了搽藥嘅之外，還有可以有乜嘅方式可以處理，本佢個唔會冇爽快安尼。一般嘅話，應該大家攏有聽過，就會用自家嘅尿啦吼。其實呢，尿裡邊有一啲成分，就阿摩尼亞，氨水，其實伊係真有效嘅。因為咪等咧蜂毒啊，有時把弱酸性，阿摩尼亞伊係弱鹼性，量嘅拄好就強下就消hết嘅，所以用自家嘅尿其實是可以啦。喺冇嘅話，咪等有時節，像咪等蜂農嘅話，咪等個蜂片，就會用啲蜂豆邊嘅蜂王乳啦，還有蜂蜜咪可以。哇，幾咗嘅成本幾高喎，蜂王嘅成本高咧。冇錯。阿文，安尼嘅話，其實學蜂嘅算對你嚟講算辛苦，也係算一個其實個神奇嘅工作啊。唔知解講講嘛，學到更加。其實辛苦係一定會啦，不過因為咪感覺一定比咪個辛苦，因為蜂嘅話其實一定都出世都無血吼，其實攏無聊嘅，攏無啲水木嘅，一定早上可以出去採蜜、採花粉，骨頭去摕蜂豆邊杯左右嘅蜜，蜂蜜，所以其實一定會比咪個辛苦。不過咪係感覺講，因為學蜂嘅吼。可以，咪等其實人類食的東西啊，佢多攏係也蜂嘅授粉，能有嘅東西，可以學蜂嘅招呼附近嘅隔壁鄰舍，伊哋種水果嘛，咪感覺其實咩唔會差。原來安尼，唔知個學蜂嘅學下睇落卡啊，算係咧基地嘛，錯冇？人哋底下講蜂嘅可能底下嘅生態嚟講，採蜜嘅時間啊，甚至於講，大家應該就中有一種觀念嚟講，學蜂嘅係逐水草而居，逐花草而居安尼嘅觀念。安尼你這個平時會聽乜嘅時間，安尼就出去試，因係就去追尋那些蜜源嘛。會啊，因為咪本身還有傳統嘅工種嘛，所以咪嗰段時間係無法度出去嘅，
我种的花就种更加係咪等呢個蜜同啲牛羊的蜜，太出的時節。因為也兩個蜜的加濕過後，咪等就會花時間對曬出去，曬到有一條國樹的地方去採蜜。安尼能不如果像其他小蜂安尼不是太少，你能會選個可能有其他蜜源植物吼，李果啦，也講牛眼，太出的時節有適配的哦，將會走出去適配來採這個蜜安尼。冇錯。哦，安尼你這個分批有個時間攏看你自家咯。係啊，因為咪算該好啦，因為咪喺落卡拄好花草嗰度，附近咧有也個東港溪流域，附近花草本身就會有一些蜜，所以咪其實喺落卡咩樹嘅都是白。哦，安尼對你來講算夠強勢呢，同其他人小蜂嘅冇咁樣，人家一走來走去，你自家點啊睇落卡，你有基本上技能都有好工作嘅。係，冇錯。哦，哇，觀眾朋友，小蜂誒真是蠻神奇呢。唔過除了神奇之外，裏邊還有兩百人唔同嘅故事呢。休息一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前面我哋阿文有同我哋講嘅佢小蜂嘅軌道嘅故事，唔過從條係難得有小蜂嘅阿文來到現場啊，模試一下我哋蜂蜜弄嚟創咯嗬，阿文，基本你有帶蜂蜜來幫我哋食冇？有啊。有，安尼可以，更加有可以食得冇？有，唔過嗬，弄提好面，咪會感覺講可以先上看到我哋啲花粉。花粉哦，我哋花粉我實在嗬，以前有試過啦，唔過阿文，有幾唔同我講係花粉，我實在冇。相信咧，觀眾朋友看一下哦。我印象底杯，我之前試過嘅花粉，大部分吼攏係嘅橘色的啦、摩洛白色啦，也有講黃色的。底杯用有橙色的喏，係咩冇？嘅歐洲有這樣類嘅哈。絕對唔係。唔係哦，你我試一下有個橙色的，橙色的也係花粉。也係。哦，真細呢。一般老百姓多嘅攏係有。就是看收過嘅，也有嘅係實的。圓圓的。係圓圓。唔過食起來會甜呢？會甜。會甜，唔會苦。是吧？有這種用話講，像可能是個椰草啦，嗰種草香味，有個橙色的。花草嘅味道。花草嘅味道，你其他黃色的啷個試過那些？有時擺冇共用嘅啲。冇共用。每一種花粉都冇共用。觀眾朋友，有個花粉實在從以前我試過印象冇乜共用咧，先貼喺呢種感受，用文記去寫成冇共用，記嗰種味道又完全冇共用，係冇共用嘅花草嘛？冇錯，因為伊採嘅花冇共用嘛，因為咪等一年四季用有冇共用嘅花喺度開，如果因為伊花嘅本身咧伊啲味道咧。伊影響伊嘅味道，安尼。安尼阿文，你有個花粉啊，吼，假使講從咩共用，賣出去之前，你一天可以幫佢找係嘛？也係講可以像安尼講，是把係圓圓生生嘅都可以幫佢賣，哪意思咧？一般吼，市面上看到嘅攏係早熟嘅啦，因為早熟嘅人可以不用睇買等一般嘅溫度下。像買安尼實的啊，一般就會蜂農嘅專利。唔過買即個咩係有睇賣，唔過係買尾囤，買一下講，也係就像蜂王乳一樣，因為伊係新鮮嘅，伊會用冷凍烘，人唔會食暈。我都限時限定嘅啦，冇錯。有個算幾年，有鹽分都可以食得到，安尼冇鹽都冇。咱可以到現場來講。安尼有個花粉啊，係安尼打槍式，還係講有其他嘅方式可以配合，像大國家啦嗰度，因為有個細量啊。用辦事個好，因為也花粉呢，伊早，適下伊嘅時間咪等下埋過，會卡的。對，咪等一般會建議咪等啲朋友咧，攏會加啲種牛奶啊，係會加拍糖茶俾杯啊，安尼綠啊食咪幾好。安尼有個花粉嘅產量從咩比較紅來啦，吼，有個花粉係咩個少一些，更加個少一些。其實咩伊用來看乜嘅時節啦，係有假如講有個太嘅花，睇開嘅時節，
就要改道。像买等咧油菜花啦，还有遐个大花咸丰草、养银草，伊等一开就开下改道，第时节就有改道好菜。讲到转来啦，我哋一讲花粉、麦吼，拢系我们最主要粉的产品嘛。啊，粉的麦，我哋一讲在熟的时间，佢系放进那个篮子里面吼，离心力同佢麦游出来嘛。啊，花粉哦，花粉应该唔系按你熟的吧？花粉有冇个特别的熟气的丰盛嘛？唔看按细一点呢，你能用板菜熟啊？就是应该地灯的吼，连买灯用来摘遐个蜂蜜拢地。啊，种花粉的话吼，其实买等下有一堆花粉收集盒。啊，因为伊前面有一扛一扛吼，伊迄就迄一只拄好一只缝的可以捏伊个体色。啊，因为买等咧缝的呢，摘个花粉要中啊摕伊个菊风。啊，伊摕盘伊的时间吼，伊要贴胎，伊要勾用伊。啊，啲花粉就会跌到摕落来安尼。啊，买等待下有一堆黑个就可以数伊的花粉安尼。哇，按聪明的方式呢，吼，人哋去缝的人真是冇简单。啊，不过有你想过讲冇，人哋个扛系特地为了标准化缝的可以，爬过去的嘛吼。有个缝的实在太好，太可卡太个冇。其实吼，买多应该还冇看过呢。有时节伊要搁快讲啦，因为缝的伊个身体系软的嘛，其实迄像攞出的一样，头过身就过。安尼啦，其实人哋缝的就像人哋一般的今日很有自制力，今日唔会实在太苦，冇像人咁样身材细下都变太苦都放你去的。安尼，你能睇树一条缝咩啦？吼，种花粉咧咁样，能睇单位时间，在采收的时间啊，一条有特别限制嘅时间，某个时间要采收个好。像遐花粉的话，买的一般会请日头好的时间，假使有阴天啊，落雨天的话就冇法度，因为唔像有阴天的话，伊本身花粉的水分过高，伊摘几落的品质冇安好，落雨天的话，基本上伊摘几落拢会，要分雨水多多，其实免唔好。免咯，免得花早晨条、下晝條係喺冬煮條，哪一時節個好？免得花咪人大部分攏冇喺早晨條。早晨條。因為早晨條呢，有啲蜜蜂暗烏條冇水膜，伊要摕個蜂袋入去釀蜜。其實早晨條伊除伊做些幾落以前的這段時間是最好的時節。安尼阿文條到安尼講，根本你有帶過來嘅工具啦，吼，人哋看到嘅蜂箱底部嘅花粉收集盒，啊，也個藝地啊講係蜂巢嘛，草毛，本見人係啲鐵蜂也算晒釀蜜嘅鐵蜂，啊，藝係看到伊咧個鐵皮咧，也個伊咧太平嘅，係嘛嘅蜂巢嘅太平嘛，也係講氣勢，也係講也只是伊咧模型本係看嘅。但吼，迄咪等蜂的蜂蜡，蜂蜡，咪等下對伊個刀啊，有時隻永久的要有迄，要變啊個細孔，啊咪等佢對割下來，冇迄發像前面有嘅，伊咪等講伊個嘴皮啦，就係累贅嘅嘴倒出來，只甲亂做嘅，咪等就會對割下來，因為味道咪等佢管理嘛，咪等佢對用迄，啊就變啊啲蜂蠟。哦，安尼有個蜂蠟唔能豎起放來，有乜嘅用處嗎？其實伊個用途幾多呢？像買等咧化妝品啊，啲口紅嘛，還有像買等咧護唇膏，像濕的東西有一啲很多可利露嘅，咩加一些啲蜂蠟底部。真的假啊？我這個按豆瓣，我冇底下講底部還有用一個蜂蠟的呢。真的呀？幾奇妙呢！啊，唔過條都講咧。蜂嘅竟然做到吼，唔能自家有本機咧巢嘛，吼，伊咧框架提嘅，竟然還會倒出來哦。會啊，因為伊迄發展啊幾好嘅時節吼，伊其實會冇地方翕，伊就會自家想辦法。應該想到一件事情阿文，人哋學有個蜂嘅啊，頭都講嘅攏幾好嘛吼，按學蜂嘅來講，佢會唔會受到乜嘅影響吼？影響到佢生產量、生產出來嘅咩啊？好也唔好，甚至於講量太細，會受到某個情形嘅影響，甚至於講有某個特別嘅品種會嘛？有。一般來講嘅話，也要蜂桶嘅菜蔬啊，最大嘅原因就係有嘅甜食，同有嘅環境。一般唔係甜食環境攏好嘅話，其實攏唔會差。不過咧，迄拄到見落雨啊，
毛的花就迄种也得到主持人讲的偏重的问题吼。其实嘛，等采蜜就会过少，因为伊本身风的无健康的嘛。啊，伊的数量就会渐来渐少。啊，渐来渐少，因为嘛等拢伫咧风的其实伊轻好强力的。伊会法规度的时间伫咧整理伊的风调。啊，迄伊假使讲伊的风量无按度的时间，伊的工作就会变大。啊，就无法度去采蜜。如果人哋树成的量都会过少的。冇错。啊，最大的影响都讲，假使讲佢要普遍的话，人用办去预防佢来普遍，又像唔像人哋煮的啦，佢就可以煮沙，又唔像人哋咧食物可以直接沙药嘅，人用乜嘅方式来解决啦？一般来讲的话，迄老尾的蜂农伊定因为数量够大嘛，伊定有的人会用多样的农药，因为农药的效果够强。啊，毋过因为嘛等肉嘅数量无按多，啊嘛等咩本身种田咩希望讲无用药的农药，所以嘛等要用药的，像就像对乜嘅风蟹鳗来讲好诶，风蟹鳗係嘛等台湾更加育风的最大的问题，因为伊要寄生体嘛等风的风质皮背，啊一缩伊的身体皮背脂液，啊也会。缩血以后呢，也风质会死血，毛就会变畸形，啊，伊就无法度正常的工作，啊，麦等会用一种摕麦等的蜂蜜皮肤本身就有很多草酸，啊，伊迄一种酸性物质啦，啊，伊拄到亚的风险蛮伊会死血，啊，麦等会调整伊的比例，因为其实蜂的没有会强，系贴高的草酸，啊，麦等会调到拄好。对抗亚的风险蛮的长途，伊做，就可以控制亚的风险蛮。其实还有方式可以应对亚个情形的嘛。没错。毋过像头到阿文讲的，其他个落雨天啊，嗰种根本无法度好采蜜的时间，甚至于讲冬天无按到发臭的时间，佢可能佢这个事都唔拉白啊，用埋去生产咯。唔能有乜个方式可以去本风的增加其他个营养，甚至于讲本佢好好。过冬安的意思啦，我听讲，你嘅糖水唔能也系共用吗？其实好多人拢会问讲，唔得买蜂蜜，迄唔系味糖水嘅。其实育蜂的真是味糖水。毋过呢，迄看乜个情形。迄讲像主持人头都讲到嘅冬天的时节，因为老板拢无乜个花蜜好种嘛。其实蜂的咩爱适啊，像我哋人共用嘛。麦等就会看情形，假使讲更加风调比本拢无蜜的，麦等味道伊的深水，麦等就会多一些糖水。咱糖水其实免拉，因为蜜蜂主要的摄取来源有蛋白质吞糖，糖水咱可以想补助伊的糖的地方，麦等还会加调到麦等食的花粉，因为花粉其实是伊的蛋白质主要来源。麦等会用花粉囤黄豆粉，加蜂蜜，加糖，伊落做伊的像面粉团安尼，落下一味安尼。做伊咧今年咧口粮露粗嘅。冇错。人我即摆种啊国细啊，一台团今年只搞会拿几份。一般麦等会推粗啊重重，姜啊一条，姜啊地下咧风强上面，伊会够好食。哎呦，安尼种人咧员工也唔会差呢，除了工作，人特别本今年做特别咧口粮咩，将米今年是糖水呢。哇，观众朋友，真是阿文今年鬼辛苦咧，连个风的啊，无好食的时间，还要特别做特别的口粮，不今年是咯。毋过除了也以外呢，阿文今年还有乜个故事？试一比查，唔好走开哦，继续来同大家讲哦。头先阿文本来是咧改好是咧花粉，也谈讲的几多风的故事。毋过我刚刚请毛菜系讲毛色都咩啊，毋过我请神奇一件事情咩用办法有按到的口味继续来请教一下阿文吧。阿文，
头头虽然讲模式都唔能生产那个麦啦，啊，不过我看到根本你带过来按度嘅麦，全部係百花蜜、白花麦啦。除了一個白花麥，那還有其他嘅麥嗎？有其他嘅口味冇？那印象底部我識到過幾多嘅像呢個麥啦、吼牛肉麥都有幾多呢？啊，唔能自家喏搶一個嗎？啊，因為吼，買等咧米兩攏會先攏會買係，因為買等種無幾多。哦。係。啊，搶嘢嘅話，嘢就係買等咧呢個米。係。啊，嘢嘅買等咧叫咩咧？百花蜜。其實伊個色順就差幾多嘅。等下。順後有個過淺嘅阿文講嘅係呢個米。冇錯。呢個米，然後有個過淺嘅，都係人哋講嘅白花米，又係講牛肉米嗰種嘅。啊，唔過我看到這擺差別咧，等一下我係咪偏愛？伊咧唔有個過淺嘅呢個米，唔係咪有加水啊？你看起來冇按鈕呢？看伊來講差幾多吼？因為啊，流嘅速度跟燉嘢嘅就差幾多。係啊。啊，其實吼，嘢嘅因為咪等風浪提啲摘樹嘅時節，總係提到講，做乜嘅摘米要提九成條，就係因為九成條要釀造完成。啊，喺到下主條摘嘅時節，因為伊帶幾多嘅花蜜過來，伊就會變得水水，因為花蜜邊邊嘅水分過高。哦，我知啦。嘅花蜜大部分人哋講嘅嘛，吼，蜂蜜，蜂嘅可能會使一個蜜，經過可能咧口中嘅酵素之後，才會有一個蜜嘛。冇錯。意思係講一個過水都可能係難水很過多嘅時間。其實係過少喎。過少嘅時間。真是呢，第一擺看到安尼含水水嘅蜂蜜呢，安尼釋放落嘅蜜桃有冇功用嘛？其實也蜜桃會夠香。夠香哦。因為咪等會後面咪等會帶乾燥，因為伊個水分太高，咪等咧法規有規定，咪等咧蜜水分一定要提20%以下，也差唔多會到25%，咪等於拿去濃縮以後咧，因為伊濃縮嘅過程，伊係用抽真空，不以自然嘅沸騰，因為抽真空咪等咧大氣壓力夠大嘛，伊個沸點就會降大。伊摕啲真沸騰嘅過程，伊個香味啊，就會對伊個水分就係，就冇影響。安尼真是上迄個思考那些，有個模式個體白，人哋講牛奶有出乳嘛，有個蜂蜜有出蜜啊，個感覺咧，應該個好食嘅個香味嘅法。除了有個白蜂蜜，然後有個呢個咩牛奶蜜，含糖果有個特別咧有乜嘅發出名嘅咩啦？你這個阿文，你這個是個特別嘅咩？有哪度可以同大家紹介一下冇？其實咪是最特別嘅就係有個鴨腳木蜜。鴨腳木哦。咪等於講冬季蜜王，就是冬天的蜜王啦。哎呦，有乜嘅特別咧喏？有。伊說伊就係腐嘅呢。等一下，嗰腐嘅都唔係咩嘅吧？人哋說的咩應該都係甜甜嘅，唔是腐嘅，真正係是肉嘅呢。安尼算甜咩嗎？其實吼，伊開始落載嘅時節，我感覺嗰種咪等是複雜嘅感覺。唔過差唔多T3秒，咪等就會感覺講，伊係有蜜的甜，蜜的甜味會走出來。哎呦，安尼係算回甘嘅感覺咯。冇錯。這種麵啊，真係冇食過呢。這種麵係唔係貴少啊？因為市面上實在冇看過這種嘅呢。其實真係貴少，因為咪等咧鴨腳木吼，伊開發，每年大部分都會開。唔過因為咪等近年來就會溫室效應嘛，氣候規個攏變咧，溫度咩升高嘅，伊其實會流蜜咧，會過冷嘅天時，像舊年嚟過冷，舊年就唔會差，今年拄好。伊開發嘅時間咪拄好冷，又落雨，發蜜就幾多。頭頭按嚟紹介下，人面到一件輕重要嘅事情，就係講唔講有個溫室效應天時過熱會影響到蜂嘅同蜂蜜其他嘅採數嘛。一路行過來都更加看到嘅，有個環境嘅變化，係唔係因為嘅嚴重，甚至講會影響到唔能蜂嘅生存，唔能員工嘅生存，有一件事情冇？都是有地方啦。像舊年咧有兩場咧鳳台嘛吼，鳳台來嘅時節，咪等咧蜂衣就一定特別大，咪等除了愛對咪等咧蜂雕加固，冇俾伊吹走，因為落太熱咧，咪等天內風攏濕嗒嗒嘅，蜂嘅咪出伊咪會毒伊，所以伊咪唔會出伊採花粉採蜜，
毋过最大的问题吼，迄因为台下涉水啊，伫台下迄本沙的硬光啊，全部拢照上来。伊照到缝掉边边，伊要毛外等咧缝诶，下面毛外等咧缝掉，缝掉边边要有灭囤发粉嘛，那伊等咧食物来源，伊咩会囤缝诶上只着食的东西，古时呢，这时节就适合改做缝诶。古时环境的变化，尤其迄个温室效应来讲，造成咧极端天气，伊落过台无伊的是雨水，其实对人的影响也过大啦。没错。不论迄柴米、茶树，甚至于讲发粉啊、发那个量，都会有影响。真的。阿蛮吼，呼吁大家来重视一件事情。实在有一摆，俺能看到新闻啊，讲个风诶全部都走hết，唔见hết咧，一件事情。某天下一摆一个环境真正俺能靠亲唔到风诶时间，俺能也是唔到安好式的风咩，做冇？冇错，唔单止食唔到风咩，连埋等食的水果啊、粮食拢会改少。条头有讲到啊，个风咧过太凉的时间，今年可能会生产那个醉皮风，都会黑白乱。去嘛吼，有拄到讲，叫做风的量太大的，也係講今年拄到某個事情，今年會比較冇幾落一件事情。會啊，因為風的吼，伊喺自然的環境下，伊喺數量到一定的程度，伊會分家，係咪等於很多分風啦？伊喺分風的時節，伊就會有落的女王蜂，帶一部分的工蜂全部比掉，伊等會請。適合嘅蔬菜，再建立伊嘅風調安尼。即個係前新嘅味素安尼。叫佢留下來，還會有新嘅女王蜂嗎？一般攏會。咱講有時節也係女王蜂吼，新嘅女王蜂咪得很多處女王。有時節伊某一天會成功交配啦。所以就是每某一天會生存下去。安尼有件事情對你來講係好事，也係個唔好嘅事情咧。你假使講發生過有個分風，其實對埋等蜂農來講，一定係一啲麻煩啦。不過其實蜂嘅本來就係太自然嘅東西嘛。埋等咪感覺講，因為環境好，人會有蜂嘅啊。埋啲蜂嘅本身嘛係伊才配音就出來嘅，所以我會覺得。也就一個循環啦，所以不一隻咩唔怕。咪等咩有自己嘅方法可以再繁殖。你有拄到過一件事情嗎？有啊。有拄到過全部蜂嘅走去一道上，一座上。咱只有係一上可以。冇幾多。唔過嘅情形應該看來最真壯觀吧？一台車那裡都比較。冇錯，就規個攏唔可能田當空全部攏係蜂嘅。嗰時就看到嗰時心情係樣辦？當下嘅心情其實加伊拿數據嘅，先去冇講過，先去講起來，咱可以介紹嘛。真難得咧，講到有個介紹，能有拄到講言下看到識到人哋咩個好事，其實我講人可以去參觀人哋演嘅 visual 嘛。有啊，咪本身有睇做下嘅蜂場導覽，因為咪感覺。其實一般的人咱伫得真假米如何判別嘛？其實咪上愛本大家己的係講，因為咪等學蜂的，咪等講認識蜂的，所以我希望介紹偏遠啲的蜂的世界，分享到咪等的好朋友啲，伊等會感覺講，原來蜂的唔免人識蜂糖，咪等可以伫得有其他的。像授粉啊，還有對埋等環境的好處。以前人嘅參觀咧，發安用辦同聯絡。其實同埋嘅臉書、Facebook，同埋私訊就可以。都排時間，某個時間有限，對得到人都可以來參觀。可以歡迎大家。既然講人要開始做一個導覽嘅嘛，人咧學蜂嘅，又可以傳統，有想過講同傳統也同蜂嘅一個量嘅事業接下來嘛？當然有啊，因為像埋等落下嘅長菜，埋等攏係自家種嘅，埋慢慢個埋等有安好嘅蜂糖、安全嘅蜂糖，埋等應該可以伴埋等傳統嘅研學識到。像埋更加埋有推出有嘅蜂蜜水，最簡單、最天然嘅方式。因為埋等嘅料理主要係有嘅中式快炒，因為埋等嘅蜂糖會減少，其實伊會變質啦。變它冇按應用，因為伊個酵素會被熱解，所以目前是還冇。
啊，毋过咪下摆咪要想要教伊是像烘焙料理啊，嘿，安尼就可以食到的。也唔会差呢，甚至于讲可以结合我们客家人最尾嘛个腌制啊，腌制都多好，唔是用烧，多好又同蜂蜜可以结合好了，也系个方式可以吃过那些呢。观众朋友，今日阿文真是带了quite多精彩的故事呢，甚至讲也是个难得好食的花粉哦。唔过大家印象底部的蜂的系乜嘅呢？也系讲大家对蜂的绣蜂的工作有乜嘅需要了解呢？有限的时间，来阿文今日嘅聊聊一下陆地嘅哟。今日啦，再一次感谢阿文带来按精彩的故事同按好食的蜂的蜂蜜多谢哦。多谢主持人。大家喺对埋定嘅蜂产业有兴趣嘅话，咩分享嚟到埋定甘心蜂业农场，系埋定带大家食好食的零后零咧，分享大家，谢谢。安尼除了爱健康食好食的蜂蜜之外呢，继续听听我哋先生来运动一下吧。希望我哋福起来嘅节目嘅朋友，记得点赞、听客家电视台嘅频道，顺势记得分享出去哟。